最近行街真係越睇越心驚，行兩步就見到一間光榮結業，行多兩步又見到間開咗幾十年嘅老字號要同大家講拜拜，甚至連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都忍唔住親自出嚟發出嚴正警告，話如果情況持續落去，全香港隨時有幾千間酒樓排隊執笠。呢個畫面相信大家每一日出街或者睇社交媒體嘅執笠關注早都感同身受，甚至覺得香港嘅餐飲業係咪已經步入寒冬，甚至無藥可救。但係最神奇、最詭異嘅地方就喺度啦，當你以為個市道慘到貼地嘅時候，政府最新公布嘅食肆總收益數據竟然好似同我哋開咗個天大嘅玩笑咁，個數字不跌反升，甚至創咗近期嘅新高。呢個簡直係違反常理嘅現象。究竟點解我哋對眼睇到嘅係滿街吉鋪、幾千間酒樓排隊執笠，但係冰冷嘅數據卻話俾我哋聽全港食肆賺多咗錢？到底呢啲錢係邊個賺咗？定係個數據背後隱藏咗啲我哋平時忽略咗嘅消費大洗牌？要解開呢個謎團，我哋首先要明白葉劉所講嘅幾千間酒樓排隊執笠呢個警告，絕對唔係危言聳聽，而係實實在在發生緊嘅傳統餐飲大換血。如果你有留意，呢兩年執得最傷、最頂唔順嘅，往往係個規模好大，動輒幾千尺甚至過萬尺嘅中式大酒樓。點解會咁？因為呢類傳統酒樓嘅營運模式喺今時今日嘅香港已經變成咗一個沉重到孭唔起嘅包袱。以前7、80年代，甚至去到2000幾年，大家最中意一家大細去酒樓飲茶、擺酒、食海鮮，每逢大時大節，酒樓直情係供不應求。但係依家香港嘅人口結構同生活習慣已經產生咗翻天覆地嘅改變。依家嘅年輕一代，甚至連30、40歲嘅中產階層，都已經好少會好似以前咁，一到禮拜日就去排隊飲茶，大家寧願去食個早午餐，或者去一啲精緻嘅咖啡店。更致命嘅係，以前酒樓最賺錢嘅業務係擺婚宴同各類型嘅社團聚餐，但係依家結婚嘅人越來越少，擺酒嘅規模越縮越細，由以前動輒擺幾十圍，變成依家只係請最親嘅親友食餐飯，甚至連禮堂都唔使要。當呢啲高利潤嘅婚宴生意蒸發咗，而酒樓每個月又要面對幾十萬甚至過百萬嘅天價租金，再加上人工、水電、食材成本樣樣加，呢啲大體量嘅傳統酒樓自然就成為咗最先撐唔住嘅第一波犧牲品。當呢啲幾千尺嘅大酒樓一間接一間咁執，喺街面上造成嘅視覺衝擊係非常之大嘅。一間酒樓執咗，條街就黑咗一大片，自然會俾人一種餐飲業要完啦嘅強烈印象。但係點解食肆嘅總收益竟然唔跌反升呢？呢個就涉及到一個非常關鍵嘅概念，叫做消費總量嘅轉移與結構性大洗牌。簡單嚟講，香港人唔係唔喺香港食飯，而係大家食飯嘅地方、食飯嘅方式同埋俾錢嘅對象已經同以前完全唔同晒。首先，我哋要睇到一個正在瘋狂崛起嘅市場，就係各類型嘅細精緻餐廳、連鎖快餐，以及近年喺香港開到遍地開花嘅內地品牌餐飲。你只要行入旺角、尖沙咀或者銅鑼灣，雖然大酒樓少咗，但係你會發現多咗好多幾百尺到千幾尺嘅特色小店，例如日式拉麵、omakase、精品漢堡、新派東南亞菜，仲有各種各樣嘅手打檸檬茶同台式飲品店。呢啲鋪頭雖然面積細，但係佢哋嘅翻台率極高，而且客單價絕對唔低。一碗拉麵動輒百幾蚊，一餐精品omakase分分鐘2000蚊一個人。更重要嘅係，呢啲餐廳非常迎合現代人快、靚、正或者相機食先嘅消費心理。雖然佢哋一間鋪嘅面積可能只係傳統酒樓嘅1/10，但係因為佢哋嘅營運效率極高，租金壓力相對細，反而能夠喺逆市之中賺到盤滿滿。當幾千間大酒樓喺度排隊執笠嘅同時，其實有更多呢類中小型、高效率嘅食肆喺度瘋狂開張，佢哋所創造嘅營業額正喺度源源不斷咁填補，甚至超越咗傳統酒樓所流失嘅份額。另一個極度重要嘅增長引擎，就係內地餐飲品牌近年排山倒海咁湧入香港。呢個現象相信大家只要稍為出街都會感覺得到。
由各種麻辣火鍋、酸菜魚、烤魚，到蜜雪冰城、茶救星球呢類茶飲店，再到內地知名嘅連鎖湘菜、粵菜品牌，佢哋正以一種極具侵略性嘅姿態進駐香港各大商場同核心商圈。點解呢啲內地品牌可以喺香港開得咁火熱？因為佢哋背後有非常成熟嘅供應鏈支撐，產品嘅性價比極高，而且佢哋嘅營銷手法非常厲害，極之懂得利用社交媒體嚟吸引香港嘅年輕人去排隊打卡。對於好多香港市民嚟講，雖然週末會選擇北上消費，但係喺平日返工放工或者唔想坐車上去嘅日子，喺香港本地食呢啲內地牌子，既能滿足到口味，消費又相對平民化。呢啲內地餐飲巨頭喺香港大舉擴張，帶嚟咗龐大嘅投資同營業額，呢個亦都係推高全港食肆總收益嘅一個不可忽視嘅龐大力量。除咗餐廳類型嘅轉變，我哋仲要睇到港人消費模式嘅根本性改變，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街上雖然好似冷清咗，但數據依然靚麗。呢個關鍵就係外賣經濟嘅徹底成熟與普及。喺過去呢幾年，自從經歷過長時間嘅疫情之後，香港人點外賣嘅習慣已經完全被培養出嚟，並且已經成為咗生活嘅一部分。依家就算大家唔想出去堂食，或者覺得出街食飯好貴、好麻煩，好多人返到屋企依然會習慣性咁打開外賣 app 點餐。你可能覺得點外賣同堂食咪一樣係消費，但係對於食肆總收益嘅統計嚟講，外賣創造咗一個非常巨大嘅增長點。以前一間餐廳只有30張台，佢就算做爆咗，一晚最多亦都只能夠接30張台嘅客。但係依家有咗外賣平台，一間餐廳嘅廚房只要生產力跟得上，佢可以同時應付30張堂食台嘅客，外加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外賣訂單。呢種完全打破咗物理空間限制嘅營運模式，令到好多雖然鋪面細細，甚至開喺2、3線街道嘅幽靈廚房或者小食店，都可以創造出非常驚人嘅營業額。呢啲完全唔需要依賴街面人流，唔需要開喺旺鋪嘅外賣生意，全部都被實實在在咁計入咗食肆總收益入面。當你行喺條街度覺得好似少咗人堂食，條街好似靜咗嘅時候，其實有無數嘅外賣員正喺度穿街過巷，將一份又一份嘅食物送到全港各區嘅住宅同寫字樓。呢一筆龐大嘅隱形消費，係你純粹靠肉眼睇條街開咗幾多間鋪，係完全感受唔到嘅。再者，我哋必須要承認，雖然好多港人依家每逢週末就瘋狂北上消費，甚至有人話週末嘅深圳已經變成咗香港人嘅後花園，呢個情況確實令到香港本地零售同部分餐飲業受創。但係，如果我哋仔細分析大數據，就會發現另一個硬朗嘅現實，就係香港人平日嘅基本盤消費依然非常之穩固。全香港有幾百萬人每日要返工、返學，呢啲人每日嘅早餐、午餐，甚至放工之後嘅晚餐，絕大部分依然必須要喺香港本地解決。而隨着近年香港全面復常，各大企業陸續取消遠端辦公，寫字樓嘅上班族全部回歸，呢個平日嘅午市同下午茶市嘅消費市場，其實係非常之龐大同剛需嘅。你睇睇中環、金鐘、鰂魚涌或者觀塘呢啲核心商業區，每到中午12點半到2點呢段時間，各大茶餐廳、快餐店、food court 依然係人山人海，排隊排到出門口。而且隨着通脹、人工成本以及食材價格嘅上升，依家喺香港求其食個普通嘅午餐客飯，連埋嘢飲，閒閒地都要60、70蚊，甚至去到80、90蚊。呢種因為成本上漲而帶嚟嘅客單價提升，雖然對市民嘅荷包嚟講係一件好痛苦嘅事，但係喺宏觀經濟數據統計上，佢卻會直接推高食肆嘅總收益數字。簡單嚟講，就算食飯嘅人次冇增加，但因為每個人每餐飯俾多咗錢，總營業額自然就會錄得升幅。呢個亦都係點解數據睇落不跌反升嘅一個極度現實嘅原因。另外，我哋亦都唔可以忽略訪港旅客結構同消費模式轉變所帶嚟嘅新動力。雖然依家好多人話訪港旅客嘅消費力不如以前啲人一嚟就去買名牌、食頂級爆心刺肚，依家好多變成咗特種兵旅遊，
主要去堅尼地城影海景，去麥當勞道食麥當勞，好似唔點使錢咁。但係呢個只係硬幣嘅一面。如果你睇整體數字，訪港旅客嘅總人數其實一直喺度穩步回升。當旅客嘅基數變大咗，就算每個人嘅平均消費減低咗，佢哋整體吃喝玩樂所創造嘅餐飲消費總額依然係一個非常可觀嘅數字。更重要嘅係，依家嘅年輕旅客更傾向於尋找在地美食體驗。佢哋可能會去傳統嘅高檔大酒樓食一餐幾千蚊嘅海鮮席，但係佢哋會願意花幾百蚊去一間好有香港特色嘅冰室，去排隊食避風塘炒蟹，去深水埗食地道小食，或者去中環嘅酒吧飲兩杯。呢種消費模式嘅轉變，同樣係將資金從傳統嘅大酒樓、高檔酒席分流到咗更廣泛、更多元化嘅中低端同特色餐飲市場。因此，旅遊業嘅復甦對餐飲業總收益嘅貢獻，其實一直都在發揮作用，只不過受益嘅對象換咗人，不再是以前那些專做遊客生意嘅金牌大酒樓，而是更貼近大眾、更有網絡話題性嘅特色食肆。講到呢度，大家應該開始明白葉劉淑儀所警告嘅幾千間酒樓排隊執笠，同食肆總收益不跌反升，這兩件事不但完全沒有矛盾，反而係同一個硬幣嘅兩面，共同反映緊香港餐飲業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極其殘酷嘅優勝劣汰同結構轉型。呢個過程可以用舊王已死，新王當立嚟形容。那些無法適應時代轉變、空有龐大面積卻缺乏效率、依賴過時婚宴模式以及無法提供高性價比產品嘅傳統老一代食肆，正喺度加速被市場所淘汰。而那些精緻化、數字化、連鎖化，並且極度注重成本控制與翻台率嘅新一代餐飲勢力，正喺度踩着舊時代嘅碎片瘋狂生長。對於我們普通市民或者投資者嚟講，睇到呢個現象，最重要嘅啟示係唔好被表面嘅單一現象去迷惑。當你見到社交媒體上天天都有人發執笠關注組嘅相片，覺得香港好似百業蕭條嘅時候，一定要保持理性，去看看背後宏觀數據所呈現嘅全貌。香港嘅餐飲市場其實依然充滿着活力同龐大嘅金錢流動，只不過是錢嘅流向變咗。市場從來都係現實而殘酷嘅，它不會因為一間鋪頭有幾十年歷史，承載咗幾多代人嘅回憶就對它網開一面。誰能夠抓住現代香港人以及訪港旅客最新嘅消費心理？誰能夠把成本控制做到極致？誰能夠善用科技與外賣平台去打破空間限制？誰就能夠喺呢場大洗牌入面分到最大嘅一杯羹。所以，面對幾千間酒樓排隊執笠嘅巨變，我們不需要過分悲觀地覺得香港餐飲業已經走到盡頭。相反，呢個係一個陣痛嘅轉型期。隨着那些高成本、低效率嘅舊式食肆退場，騰空出嚟嘅鋪位同租金空間，反而會為更多有創意、有實力、有性價比嘅新品牌提供進駐市場嘅機會。未來嘅香港餐飲業將會變得更加多元，更加注重效率，也更具競爭力。這場由市場無形之手所主導嘅大換血，雖然過程充滿着無數創業者同傳統路嘅無奈與眼淚，但它同樣正引領着香港餐飲步入一個全新嘅時代。我哋每一個人每日嘅一餐一飯，每一次點外賣，每一次去新鋪頭打卡，其實都係用緊自己嘅荷包，為香港未來嘅餐飲格局投下重要嘅一票。